Hello， 姐姐，你叫咩名啊 Henry，你今年幾多歲？我今年46歲，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？有有幾多個？一個，姐姐，你之前喺香港做咗幾耐啊？我做11年，幾多個老闆啊？照顧啲咩啊？我有3個老闆，第一次係照顧 BB， 第二就係照顧老人家阿公公嚟噶，第三次就係照顧婆婆。好啊，姐姐你食唔食煙㗎？我唔食煙，哦，你姐姐你飲唔飲酒㗎？我唔飲酒，你飲唔飲？你使唔使食藥成日睇醫生㗎？使唔使，你要唔要做嘢戴眼鏡㗎？我唔使，你有冇紋身趌多啊？冇有冇做過手術要戒開嗰啲咁樣㗎？冇，你係咪唔食豬肉？我唔食豬，因為我會教，哦，但係你可以煮豬肉係咪？我可以煮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同婆婆同一間房 O 唔 OK 啊 OK，冇問題。 ？OK，唔該晒你，再見你喺香港。再見。